韓晒妹訂 iPad app 女揾陪食，公主病，你快啲買嘢俾我啦！我要 LV 啊，我要 Gucci 啦！南韓浪費女李美娜勁過香港啲公主，送幾貴嘅嘢都係拎去堆填。手機3日即 out， 阻佢換手機掟爛佢咪算咯。單反 iPad 變晒垃圾，如果拎去賣啊，斷估賣到52,000蚊港紙噶。主持人都服咗佢。同男友拍咗3個月拖，梗係奇蹟啦，所以佢都好擔心俾人飛噶。可能南韓啲女仔對自己個樣信心爆棚啦。app 依賴女李荷林有日懶出街喺 app 度打，屋企冇米又冇廁紙，真係有男人買埋送上門噶。去餐廳即刻問有冇人陪食飯，2分鐘即刻有回覆，仲成功撐埋台腳添。佢用呢招1年已經見咗100個男仔。佢話因為自己夠靚，佢個木嘴樣啊，連主持人都要學埋一份啊。